那继续来看这个高雄市长补选，韩国瑜替李美珍来徛台，有讲到讲食牛卵会当帮助查某人有心，想袂到一时之间竟然相报相落，食这个牛仔卵将做生囝的偏方，这个牛仔卵甲牛仔肉嘛对咧大抢市。咱向医师来查证，医师讲这个民间有真侪有关生囝的食补的秘方。 其实拢无科学的根据，大家是唔通伤过迷信哦。来看咱今仔日的拍假特工队。去煮那个鹅蛋，回去蒸好了吃吃看，不知道怎么样。我老婆怀孕。 食牛仔卵虽有心，咧就是讲，大家拢伫讨论，新人嘛赶紧杀牛仔卵，这生囝的偏方吸引一个民众咧排练，也有物理的治疗师伫面册顶面写讲查甫人若食牛仔卵对生育更较有效，敢真正才好用。其实网络早就真侪文章伫讲牛仔卵助因的好处，包括会使去排毒、有利囡仔发展、防寒期增强记忆、补充氨基酸等等。医生讲，这个讲法其实拢总是迷信。 这个是没有医学根据的东西啊。我们常常碰到像这样子的乡野的那个偏方，事实上它的来源是因为以前的年代因为那个大家物资缺乏，营养不足，然后如果今天能够来吃一颗蛋，吃一个鹅蛋，吃一个鸡蛋，才会觉得这是补到身体了。除了牛仔卵的助因，网络顶面有流传真侪食补的疗效，像女性若食较侪乌豆水、乌豆奶的，也是讲羊肉、幸福果、杏仁、红莲鱼等等，还有这个贵松松的健康食品，主打讲食了一定会生。医生讲，各项的食品。 食伤济对身体颠倒有伤害。东方人有个观念，就是说我们相信秘方。有一些家长来的时候，公公婆婆就一直坚称这个秘方是有效。他们当年是怎么样怀上他们的小孩子啊？事实上，食品所有的食品药补上面都没有这种神效。提醒女性朋友，营养若平衡，生活较正常咧，自然就有这个好的体质。若是讲有生囝困扰，千万唔通迷信偏方，要去找专业的医师，安尼较妥当。